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用 Arduino 去做一個簡單嘅練習，就係整一個會自動閃下閃下嘅 LED 燈。首先我哋喺工作區放一塊麵包板，跟住攞一粒紅色嘅 LED 燈出嚟，長啲嗰條係正極，放喺 A2；短啲嘅係負極，放喺 A1，插喺麵包板上面。為咗保護粒 LED 唔會因為電流太高而燒壞，我哋攞個電阻出嚟擺喺側邊備用。好，而家我哋將330歐姆嘅電阻駁去 E2 到 F2，咁樣個電流就啱啱好，最安全啦。跟住到駁線部分，首先我哋要駁地線 GND 由 Arduino 嘅 GND 腳位拉一條線駁去 E1，之後我哋要用 Arduino 嘅數位腳位去控制粒燈。我哋由 J2 拉一條線駁去 Arduino 嘅 D13腳位。好，咁樣硬件嘅駁線就搞掂晒啦。我哋打開右上角嘅程式碼，喺度可以看到預設嘅 Arduino code 喺 setup 入面已經將 Pin 13設定做輸出，而喺 loop 入面就係叫 Pin 13俾高電位，等2秒，再俾低電位，再等2秒，咁樣不斷重複。check 完個 code 冇問題就可以點擊開始模擬。你睇，隨住時間過去，麵包板上面粒紅色 LED 燈就開始好有規律咁，每隔2秒就閃一閃啦。呢個最基本嘅電路控制就係咁簡單，大家快啲跟住試下啦。